Chào chú, long trọng兄弟姊妹們，在阿妹度嗬，我祝大家平安快樂歡喜，身體健康。見到我在呢個人家講呢麼個羊駝殺，像羊駝犬嘅殺個講到殺我都想到熱嘅福音在呢馬太福音68節樣講到，耶穌講本彼得啲，我希望一個信心在呢個憑殺裏啲。你希望你信心在你殺裏啲啦，你暗中寫嘅計劃冇本事打贏你，而是暗中裏嘅寫嘅魔術冇本事要打贏呢個信心係在憑殺嘅人，話憑殺係啥呢？憑殺都係基督。基督都係憑殺，自家在社會裏喺度係講自家嘅生命中，自家嘅信心係在基督憑殺，而是相信耶穌基督，自家嘅信心天下盼望並在耶穌基督，自家嘅心中都強，自家嘅信心越挺強，你暗中嘅寫來唔係咪自家滅亡，但係自家越挺又打贏嘅，又得勝對佢嚟講。因為在馬太福音16、19節樣講到，耶穌講呢一個天國嘅鎖匙嘅本意，在乜嘅你在你的世間的拖嘅你塔嘅天堂等隔你睇就塔呀，天堂等你病嘅，你世間你病嘅天堂等病下邊你咩意思呢？你你啲禱告世間你天堂等。如公食家、請食家，而是佢要幫持食家，要疼食家，你沙肥呢啲你病，要人本物嘅診度，本咪塔度嘅，本困難，本瘦，本瞓，本腳，要瞓落診度塔度，你可以禱告嚟講你自己嘅嚟講天堂等請食家，佢幫持食家嘅，或者點解嘅？食家信心憑信心並且憑殺，相信在耶穌基督嚟講自家禱告天家天堂等上帝要請自家，要幫持自家，自家你拖埋，佢按蛋糕一聽就拖埋，自家沙肥你病埋，佢蛋糕啲請自家，自家聽就病hết。意思嚟講，自家要希望在上帝嘅方面，自家禱告，求主耶穌，自家得到得勝嘅路。嘛今日兄弟姊妹們，在世間你喺度，自家咁多問題，自家咁多煩惱，一個信心，一個生命中，並且憑殺基督。你得到千年的力量，你要過呢一個世間嘅痛苦嘅日子，世間要受你要憤怒嘅日子，你要過，因為自家日下禱告嚟講上帝要疼，自家世間你病，叫人當個病，自家世間你拖，叫人當個隔你拖，或者上帝要幫助自家，要疼自家，在耶穌基督嘅名嘅禱告，本隆重要疼呢福音，你係講要打開心，要嚟信任，殺基督嚟的，你得到嘅恩典，你得救，你得到得勝嘅路，感謝主耶穌嘅名，我禱告，我感恩，哈利路亞，阿門。兄弟姊妹係講要愛禱告嘅，我哋大下邊十病要電話號碼可以打，可以聯絡，即刻嚟禱告，求主嘅恩典。